萬眾期待嘅夢魘絕陣第二季終於嚟啦，畫風依舊，仲係嗰個永遠出唔去嘅絕望小鎮，但係今次會徹底揭開夜色下嘅怪物起源。故事接住上季結尾，全鎮之力建立嘅通訊站，因為突然嘅暴風雨毀於一旦，居民們只可以盡量挽回啲損失。時不時進出嘅電火花，更加搞到群居屋亂成一團。唔少居民覺得呢啲係怪物對大家嘅懲罰。男主吉姆都係鬱悶到爆，為咗咁大功夫，雖然成功接通咗對講機，但係電話嗰頭講嘅信息真係有啲古怪。佢唔單止知道吉姆個名，仲開口提醒你老婆唔應該話自己地下室㗎。吉姆搖搖頭，甩開唔好嘅預感，正想入屋嗰陣，突然見到小鎮嘅街道上居然有架旅遊大巴駛入。吉姆面色大變，急急腳跑入屋，大聲講出呢件事。空氣好似即刻凝固咁，仲係群居屋嘅房東唐大嬸最快醒過神嚟，佢揾到鎮上嘅副警長李強，語重心長淡叮囑道：而家黑人警長唔喺度，你而家必須要擔起大旗，救嗰啲闖入小鎮嘅大巴車旅客。如果唔係，佢哋肯定捱唔過今晚。而大巴車上嘅一個黑人男子突然之間從夢中扎醒，佢好似預見到啲乜嘢膽，大聲嗌快啲停車。司機就一臉淡定，只係紅錯路兜返轉頭啫，使乜大驚小怪？但係呢位乘客越嚟越激動，佢只好無奈咁將架車停喺茶餐廳門口。旅客們經過一日嘅長途跋涉，早就身心俱疲，可以落車活動下筋骨，都算係個唔錯嘅選擇。傾盆大雨終於停咗，而嗰位情緒激動嘅男子喺一位黃髮醫生嘅安撫下，都逐漸平靜落嚟。司機問佢頭先點解會咁狂躁不安，黑人男子心有餘悸咁表示自己發咗個好得人驚嘅噩夢。至於具體內容，佢卻冇講出口。呢個時候已經有小鎮居民過嚟，叮囑遊客最好就喺茶餐廳過夜。黑人司機即刻表示呢個係冇可能嘅，佢哋等陣就要離開小鎮。而家嘅吉姆已經返到屋企，準備睇下老婆挖坑嘅進度，佢發現個窿已經被冧落嘅雜物塞住，心入面即刻覺得好唔安。對講機嗰邊嘅警告果然應驗咗。之前佢老婆貝莎為咗揭開小鎮電源嘅秘密，決定掘開地面睇下電線究竟通去邊，點知意外遇到塌方，直接跌入一條隧道裏面。佢先至發現埋喺地底嘅電線。突然小鎮上嘅怪人馬克出現喺身邊，話呢一度係怪物瞓覺嘅地方，必須要快啲走先得。望住前面黑麻麻嘅隧道，貝莎只係覺得成身涼浸浸。馬克不斷細聲提，千祈唔好整出聲，如果嘈醒怪物就大鑊。佢都係通過白衣細路仔嘅指引，從樹窿度穿越過嚟呢度，特登過嚟救貝莎嘅。突然間地，上個皮箱吸引咗佢注意，打開一睇，原來係件女仔嘅睡衣。貝莎諗唔明隧道裏面點解會有啲咁嘅嘢，硬係按捺住心中嘅好奇。佢又跟住馬克一路摸黑前行，烏燈黑火靜英英嘅隧道，好似隨時會食人嘅怪獸口咁。貝莎成日覺得有啲嘢喺度盯住自己，不過好快，兩個人同時瞪大咗對眼，因為前面出現咗個開闊嘅地方，居然擺住好多舊家私，旁邊仲挨住幾具面容乾涸嘅屍。當一個詭異公仔出現嗰陣，馬克好似受到咩刺激，連忙退到角落全身震。顯然嗰個公仔勾起咗佢嘅痛苦回憶，今次反而輪到貝莎安慰佢，而家唔係放棄嘅時候。跟住就強行拉住佢繼續揾出口，但冇幾耐，一個企喺度嘅石礁出現喺眼前。兩個人正喺度驚訝嗰陣，又見到唔遠處嘅石洞入面滾出一個圓球，準準咁擊毀咗石熊。貝莎好奇啖抬起手電照向洞口，只係見到一道瘦弱嘅身影一閃而過，跟住嗰啲瞓喺地上嘅乾屍竟然喐起身。馬克大聲嗌：佢哋要醒啦！貝莎心裏面大驚，突然感覺到腳下踩到大片水漬。兩個人好有默契啖，跟住水流方向爬，終於成功揾到洞口，逃出咗呢個好似地獄咁嘅隧道。但係貝莎嘅老公
唔知老婆已經脫險，而家正拼命清理洞口嘅雜物。個女朱莉急急腳跑返屋企，見到老豆嘅動作，個心即刻明晒咩事。吉姆連忙安慰佢唔使擔心，而家要做嘅就係去揾人幫手。於是佢即刻跑到旅客休息嘅地方，求大家去救下被困嘅阿媽。雖然個女司機極力阻住，但係都有2位熱心嘅後生旅客決定出手相助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吳大嬸同副警長幾個人都嚟到咗現場。佢哋冇急住講即將到來嘅危機，而係打開餐廳嘅大門，等旅客哋先去飲杯茶休息下。唐大嬸就趁機揾到女司機，將小鎮夜晚會出現怪物嘅事講咗出嚟。但對方只係當唐大嬸係個劏客嘅黑心老闆。而家嘅黑人小哥喺黃髮醫生嘅扶住下，打算行出大巴透下氣，但係佢突然全身一震，竟然瞓喺度抽搐起嚟。副警長李強連忙衝出嚟幫手，心入邊急，但唔知點樣落手。而家正奮力救老婆嘅吉姆，終於等到幾個幫手，其中一個係鎮上嘅酒保，另外2個係熱心嘅遊客。大家叫佢放鬆啲，洞口好快就會清好，只係屋頂時不時跌啲木屑落嚟，搞到佢哋有啲擔心。幾個人一邊要避開上面跌嘢落嚟，一邊艱難咁清理雜物。見到冧得越嚟越犀利，佢哋唯有停手，諗住退去旁邊休息。點知間屋突然震咗一下，喺茶餐廳急救嘅李強佢哋眼白白睇住吉姆間屋快速冧落嚟。不過吉姆都算係命大，啱好有塊木板擋住咗身體，睇落去冇生命危險。房頂上面隱約聽到女嘅叫聲。吉姆眼前一亮，喺外面急到冇晒辦法嘅朱莉，直到聽到老豆嘅回應，粒心先至放落嚟。而家大家要做嘅就係清理啲雜物，將吉姆佢哋救出嚟。冇幾耐，就有位旅客重見天日，可惜剩低嘅幸存者全部被壓喺最底，諗得救就冇咁易啦。小鎮嘅女醫生檢查咗一輪，確認呢位幸存者冇咩大礙。而另一邊，黃髮醫生終於等到抽搐嘅男人恢復正常，好似心靈感應咁。2位醫生同時望住對方，跟住面上露出難以形容嘅激動。原來佢哋以前係一對戀人，只不過小鎮女醫生嚟到呢度之後，佢哋就再冇見過面。邊個都估唔到會喺呢度重逢。不過其他人冇時間過嚟恭喜，因為佢哋正碰命清理緊間屋。女司機唔合時宜咁出聲提醒：我哋係時候離開呢個小鎮啦，睇住個太陽就快落山。深知小鎮有幾恐怖嘅吉姆慢慢開口：今日係冇希望救到自己噶啦，大家不如早啲返屋企啦。朱莉梗係唔肯，如果唔救出佢老豆，佢實俾夜晚嘅怪物殺死。唐大嬸就果斷得多，叫朱莉用防雨布冚住上面，咁樣或者可以令吉姆避過怪物嘅襲擊。跟住佢又走返去旅客嗰度，鄭重咁叮囑：你哋根本冇可能離開呢個小鎮，如果天黑咗仲喺外面蕩，實俾怪物殺死。但係大家根本接受唔到咁荒唐嘅講法，唐大嬸激到爆，直接跑返車上攞出把散彈槍，大力扣扳機打爆咗大巴輪胎。幾個旅客驚到雞飛狗走，副警長直接拎出手槍，態度強硬咁逼旅客入餐廳。搞掂晒呢度嘅嘢，天色已經開始暗落嚟。副警長行到啱啱蓋完雨布嘅朱莉身邊，帶埋佢入餐廳。而小鎮嘅守護者黑人警長而家身處一個狹窄嘅空間裏面，好無奈但望住遙不可及嘅出口。之前佢為咗揾到離開小鎮嘅辦法，打算行過後山嘅樹林，就當佢發現一座高聳嘅塔時，天突然落大雨，一個着白衫嘅細路仔突然出現，指佢去樹窿度避雨。點知警長一轉入去，周圍嘅景象突然變咗，發現自己竟然喺一個深不見底嘅井窿裏邊，嗌咗好耐都冇人應。佢唯有試下用雙腳用力向上爬，但係四圍嘅牆根本揾唔到借力嘅地方。黑人警長只可以無奈淡望天嘆氣。都唔知過咗幾耐，佢終於慢慢平靜落嚟。突然聽到井口上面傳來一把虛弱嘅聲音。警長認真聽下，原來對方係問緊自己係唔係真人。佢怒口反問：唔係真人唔通係鬼？
點知一條粗粗嘅繩索直接由井口滑落嚟。黑人警長知道對方有心救自己，於是冇任何猶豫，即刻跟住條繩爬上去。呢個係佢唯一嘅逃生機會，幾乎用晒全身嘅力氣，警長終於爬出咗個井，但係好快就緊張啖拎出支槍。原來之前把聲嘅主人居然係個骨瘦如柴嘅老人家，佢對手被鐵鏈鎖住，都唔知點樣拋條繩落嚟。以上就係《夢魘絕陣》第二季嘅第一集內容。呢套劇嘅風格仲係同以前一樣，多條故事線一齊發展。雖然主旨都係探索小鎮嘅秘密，睇落去好似冇咩關聯，仲會搞到主線劇情進展得太慢。睇呢種劇真係要有足夠耐性先得。呢一套劇每禮拜一集，總共有10集，希望今季可以解開晒所有謎題，唔好似上季咁不停挖坑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